开始甲大家 Happy Father's Day， 明仔载是我父亲节。所以今仔日我叫做 Rick， 我姓齐，我是基金会 PUF 内底其中一个理事。拄拄 Simon 就是阮以前的会长就讲我后个月开始接这个PUF 的这个会长的这个责任安尼。我想讲今仔日踮遮，想讲要用一个短短的时间，去甲大家来介绍阮 PUF。因为我知影讲在座真侪即个乡亲，知影阮 PUF， 对阮 PUF 有熟悉。我若知影一个新的朋友、新的乡亲，对阮 PUF 可能无啥了解，所以我就是要用一个正短的时间来甲大家介绍一下阮 PUF。阮 PUF 全部的全名就是叫做台湾人联合基金会，英文名就是 Taiwanese United Fund， 所以缩写就是叫做 TUF。TUF， 所以你常常听到 TUF， 主要就是咧讲阮台湾人联合基金会。阮基金会成立在1986年，所以算起来每年差不多有30档啊，所以已经有一段的这个历史安尼。一开始创这个会主要的就是要有目标甲宗旨啦。第一个主要就是讲希望有法度推销咱台湾的这个文化甲咱的传统更加了解。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培育咱踮美国遮的台美人对咱台湾文化有一个热情，有一个骄傲感安尼。第三个部分就是希望讲透过无共的这个交流，互咱踮遮的人，也是讲主流社会，甲咱不同的这个族群的人，有法度了解咱台湾的文化，安尼，所以就互别个族群有法度 appreciate， 就是讲对咱的这个文化，台湾的文化来 appreciate 安尼。阮要安怎做？阮要安怎去这个推动？这个宗旨，最主要是透过阮当年有主办无共的这个活动安尼。对1986年开始，阮当年主要拢办1年1度的一个叫做文化之夜。这个文化之夜英文就是叫做 Cultural Night。我想可能在座以前拢有参加过最主要这个 Cultural Night 就是透过这个晚餐甲演讲，邀请对台湾特别对文化顶方贡献的人，咱邀请因来加州来甲咱演讲，来甲咱分享因踮迄个文化迄个领域因的即个经验来甲咱解释安尼讲说。所以即个部分就是阮逐年习惯性、惯例性拢会做1年1度的活动。第二个部分是对1991年开始，阮增加一个新的系列活动，叫做这个英文叫做 Great Performance， 就是这个名家演奏表演。这个部分阮1年差不多拢会办1场到2场，最主要就是邀请，毋是干那对台湾，也是讲踮美国的台湾人，也是讲台湾人踮全世界别个所在，特别对这个音乐点员有特别的这个才能，阮提供这个表演会。回来甲咱所有的乡亲，来熟悉来听伊表演。这是其中的部分。第三，阮 PUF 逐年拢会做的，是一个对1999年开始，阮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grant。这个 grant 中文应该是叫做奖助金，主要的功能就是讲有其他的社团，即嘛讲咧办活动，要专门推销咱台湾的这个文化。需要一寡经费，会使甲阮申请。即若讲条件拢符合的时阵，阮就会甲补助一寡，互因迄个活动使继续做安尼。所以接起即个3个即个活动了，阮阁有对2009年开始一个叫做 Salon， 最主要这也是提供一个平台，就是讲咱第2代的台美遮交流。最后伊个新的一个系列活动就是今仔日咱即个台美作家演讲的系列。所以遮个活动，阮拢会继续做，所以就是讲希望大家乡亲继续来甲阮支持安尼。所以阮若有新的活动，拢会继续甲大家报，所以希望甲阮斗相报，就愈侪朋友安尼来参加阮的活动。
多谢。